其实对这疫情大家拢会惊，所以入来市场的意向实在真正有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足侪人拢无啥敢来这行动啦，因为拢惊受感染，所以有的是逼不得已伊的就会来买一买，就赶快回家。但是也是影响到大家都很少进来。在市场上是老人家甲种市场咱用这个无Uber Eats其实对阮内底的通路啦外送平台，离阮的客户人员伊就知做无用。其实伊的对阮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啦。有这个Uber Eats进来帮助我们的销售，它的影响力蛮大的。现在有10几摊有参加，这2个礼拜就受益很多，大家都很高兴。那有越来越多摊商想要参加？有，已经有好几个在那边排队，要准备要加入了。我们也看到在台南这边，在我们上线的第1周就有超过，比起其他的城市都有超过20%的订单，所以我们目前觉得台南的市场，跟台南的这个接受度、使用度都是非常乐观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Uber Eats 跟台南市除了虎尾寮以外，已经跟东菜市合作。那合作的这个成果是蛮不错的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市民的数位化的接受度高第二个，当然为了因应防疫的需求，大家很希望说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能购物。怎么样做最安全？线上最安全。它安全的环境下购物以后，然后就能送到家里，因为大家平常使用外送平台已经使用得很习惯了。去年在3级警戒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台南便利送的一个成果在那边，我们并没有因为随着疫情改变，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还是持续推动台南便利送。因此呢民众直接使用台南便利送，然后嫁接到这个 Uber Eats 就变成很习惯、很顺、很没有违和感。因此呢，我们将来会逐步推动更多的台南市场菜市场，让大家能够线上购物，那既安全又可靠，而且又能够享受最好的售后服务。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逛市场的活动。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天气愈来愈热热，嘛是天高节容易压起来季节，所以市府天高节风地中心特别来举办风地宣导，会中市长委托呼吁市民一定要循道清刷，风地绝对袂当放松。真昨晚的大雨加上最近的日头，安尼就是上适合白麦蠓生长的环境。而且伫社区的环境内底，可能有无清理掉的积水容器，因此最近各区的天狗类白麦蠓监测大幅提升。对此，台南市天狗类防治中心办理清洁家园、主角境外天狗类防治宣导活动，结合各区里的力量，做伙防止天狗类疫情再次发生。虽然百姓拢真守法，但是登个都是急袂掉。咱台湾咧算蛮平安的。2015年。发生一病了，即马当年都是安尼个位数，到2019年的时阵是30几个本土案例，伫咱台南变拢压咧。2020、2021甲今年目前为止拢零本土，对咱台南来讲，这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境外会有一些民众回国以后没有被发现到，那相对会进入社区，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座的每一个我们的防疫伙伴，还有我们要卫教我们的社区的民众，能够滋生源的部分，还有容器能够减量，然后雨水的部分，雨后1、2周都一定要在做我们定期的巡检。这次的天狗日宣导活动，嘛邀请各区区长、里长以及社区志工做伙参加，希望因回去到社区的时，会当加强宣导以及动员，落实巡道清刷的要点，让台南市这2档零本土案例好成绩继续延续落去。台南新闻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
家庭教育中心原本打算伫5月15號世界家庭日來舉辦愛家活動，受疫情影響延期到7月9號。會中安排親子闖關遊戲甲表演，去真濟家長帶小朋友做伙參加，場面相當熱烈。為了讓家長甲囡仔佇暑假期間舒緩疫情再來壓力，家庭教育中心佇水高社文化園區舉辦愛家515讓愛動起來活動，真濟家長帶着小朋友做伙參與，共同度過快樂假期。愛家515，讓愛動起來，請啟動啦！愛從家出發。愛家515，讓愛動起來。這515本來是5月15號是世界家庭日，我們要在那一天辦，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我們也順延到7月9日，但是呢，活動可以順延，愛不能順延，所以說愛可以蔓延，不要順延，所以說希望大家都愛護家裡面的人，但是要愛護家裡面的人，就要去打疫苗、戴口罩哦，那所以說把愛家跟防疫能夠結合在一起。那今天是很好的天氣不錯，很好的親子活動，希望大家都快快樂樂。愛家515活動規劃相當的精彩，除了安排各種趣味闖關遊戲，更邀請市府各局處做伙來到現場，透過遊戲宣導市政。另外，還有邀請小朋友上愛悠悠家族來到現場表演。冰淇淋、香草、芋頭、花生，還有巧克力，1層、2層、3層、4層，疊上去，快來！好吃多了。愛家515讓愛動起來，是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今年辦理的親子的一個活動。那這個活動的話，今天的重點是在我們有一個幸福留言區，好，就是今天來參加的民眾可以把今天來這邊跟家人一起互動的照片，透過幸福留言區的話，把珍貴的照片變成紙本印出來，然後大家可以帶回做紀念。那另外呢，我們今天也有特別邀請悠悠家族的柳丁哥哥跟蔓越莓姐姐一起來。好，我想小朋友，應該說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歡我們的這些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們。好，那另外呢，今天的活動還有很多很多的闖關活動。家庭教育中心安排親子闖關甲親子體驗活動，就是要讓家長帶着囡仔做伙互動，增加親子之間的感情。教育也鼓勵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家庭教育中心舉辦的相關課程甲活動。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為了響應台南消毒衛生散鄉的政策，區創環文教基金會關注5700外包的衛生棉，要擔起偏鄉甲弱勢家庭的女性朋友，除了保障因基本的生活品質，透過政府甲民間的合作，嘛要打造性別友善的社區。講到月經散鄉這個名詞，係指生理期的女性因為經濟困難，無法取得有夠價的生理用品等社會現象。對此，區創環文教基金會為了響應市府訂閱計劃，特別捐5778包衛生棉，要擔起弱勢女性，估計將2889位受到幫助。該公益善行，嘛由市長代表接受。將在許多比較資訊有落差，甚至於這個經濟社經有困難的社經地位有困難的偏向，他們可能對於生理用品來講，他們是沒有辦法來供應的。那正好我們有這樣子一個登月計劃，終結月經貧窮，能夠幫忙在偏鄉的女孩子。那非常感謝我們邱創環文教基金會，他們能夠登高一呼，那大家很多企業一起來響應。那市長講出他對整個市政的願景的時候，提到其中之一的登月計劃，聽到就覺得非常感動，因為我自己也是女性，那也曾經經歷過。那我覺得能夠用這樣的心去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女生是很不容易的。那同時間，它是超越各縣市，又跟國際接軌的一個很好的計劃。所以聽到以後，我就說我第一個願意來響應。
小局强调，台南对110年的全国首创订阅计划，除了每下民间团体资源，嘛运用社会救助金的捐款来采买生理用品，充实食物银行的存量。另外，透过性别教育课程来宣传，希望大家摆脱对月经负面的观感。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先歇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真侪网络甲通讯软体所传出的消息，其实真歹判断，甚至有医护人员伫网络传消息，后被院方证实，其实甲病院并无关系。所以，中嘉宽频三冠王上主称有线电视特别结合病院，亲入社区教民众如何判断，进一步认识媒体所用的课程。疫情期间，网络上很多防疫讯息四处流传，但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虽然卫福部网站上也设有澄清专区，但针对长者比较不会使用电脑，因此中嘉宽频、双子星三冠网有线电视特别结合医院的健康促进讲座，深入社区教导长辈如何判断讯息的真伪。医院的护理师说的，对啊，那就很相信他，就很相信他。然后他好像你自己看一看，你也觉得他里面讲的也没有不好。对，那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啊，那就是要排干净。对呀，然后要维他命 C 增加免疫力嘛，这些都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后面还跟大家讲说，欢迎大家转传分享，然后为防疫加油，还跟大家鼓励，对不对？这个是假讯息，根本没有他们院内的护理师出来讲话。所以这个也是一点很重要，就是通常这种假讯息，它可能不一定有拍音，可是他会以一些知名人士、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讲，这是谁讲的，然后希望你可以相信他。以我们社区的居民属性，他们常常会跟我询问一些网络传过来的赖的讯息啊、脸书的讯息啊，我觉得我每一个讯息都要去那边帮他们辩证之后，再跟他们做分享，好像有一点麻烦，有一点。就是不够及时啊，所以想说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因为刚好中嘉媒体对于媒体是最清楚的，他们的讯息啊、资讯或者他们的教学一定是最正确。网络消息吼，就真假真济啦，无法度人帮迄个判断，所以上重要，有若是咱家己爱去追踪，看这个消息的来源。哦，安尼才会当确定这个消息的真啊假。一看到新闻，有时候就忘掉要去查证了。我真的蛮相信，我今天来上这个课，真的对我来讲是受益很大。就是一定要去查证，不要乱相信。另外，针对网络流传有关健康讯息，例如耳朵有折痕就是心肌梗塞，或者每天一杯红酒对心血管疾病有所帮助等。现场也邀请成大医院家庭医学科的医师陈全玉为长辈一一解惑。耳垂啊，这个有折痕是不是就是心肌梗塞的征兆？这个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医学根据。哦，那很多这个可能是根据一些小研究、观察性的那种观察性的，其实都不是因果关系啊。所以不能讲有 A 就有 B 这样的情形。那像喝红酒，那这个其实来讲，我们不鼓励去用喝红酒来够心中啊。其实顾心脏其实有很多方法，饮食啦、运动那都是很好，包括有些药物都可以啊。对，那酒其实本身酒精就会伤害心肌啊，伤害心脏。所以那都只能少量。所以，但是一般我们喝酒不太会少量了，大概都会过量了。为了让社区长辈可以融入课程，主办单位会中穿插有奖征答与互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希望大家对讯息的真伪判断能够多一份的认识。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台南市市立病院甲桂林教会合办为期1礼拜小小医学营，有30位桂林区的小学生参加。
会中邀请专业的医护甲药师用趣味的方式来说明，好些朋友对医学的常识甲病院有进一步的认识。台南市立病院对2020年伫桂林设立实地社区的服务据点，一直甲桂林教会来合作，提供长辈认知的促进，甲延缓实地的课程。现在更加向下来扎紧，举办小小医学营的活动。在号上午由病院的院长蔡良敏，甲桂林教会牧师李英贤共同主持开训仪式，并且由医院准备小朋友的医师袍。教导小朋友认识一般医学常识，甲正确的用药观念等。台南市立医院这次很高兴跟我们归仁教会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来办这个医学认知营那么有来自各地的将近30位小朋友那我们就是在让小朋友呢在这个1个礼拜的时间认知一些重要的医学概念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向下扎根培养小朋友那么对医学的兴趣那么至少也了解了这些医学的知识当然包括对身体的器官，还有急救，还有一些伤口包扎、用药安全、认知失智症等等的这些重要的课题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让小朋友从小就认知医学了那么也可以了解如何照顾他的亲人，那甚至期待以后有机会，他们也能够对医学这个领域能够有所投入。我们在设计营会的当中因为市立医院也给我们这个社区桂林社区有很大的帮助跟鼓励特别对长辈的照顾不管是用药或者是在生命上的照顾的部分。都让我们想说可以把它投入在这个营会的元素当中我们的教会这个场域是强调信仰跟生命的结合，那也强调这2个结合之后怎么做社区行动或者是社区辅助的一个工作。那透过营会可以让小孩可以体会到平常我们在帮助社区或帮助自己的家庭，或者是照顾自己的家庭过程当中的生命的营造里面营会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也就像刚刚市立医院院长所说的，向下扎根不是在医学上向下扎根，在信仰跟在生命上的向下扎根让小孩更看重自己将来更多发挥的可能性，这是营会的目的。为期1礼拜小小医学营的课程，包括用药的安全、空气的处理、加认识身体器官等基本的医学常识，配合桂林教会设计的趣味活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宣导用药常识等，让每一位小朋友拢受益满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最近天气真正热热，若去基顶除了水上活动以外，嘛一定爱食冰。其中有一间冰店，不止推出正着时的酸鸭冰，嘛阁有限定的基顶特色冰品，好看又阁好食，吸引真侪游客来到馆。老板娘把大块的芒果冰砖放到机器上，随着快速旋转，刨冰如同雪花般飘下，不一会就堆成一座金字塔。接着放上层层配料，最后点缀一颗冰淇淋。一眼望去，看到的全是金黄色。这间冰店的招牌“芒果无霜，冰如其名”，就是要给你最完整的芒果冲击。我们芒果无霜的特色主要是我们又是用纯芒果制成的芒果底。然后再加上说来自玉井的爱无芒果，那再搭上我们自己手工做的情人果跟冰淇淋，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于说它的冰底是用手工制成的。另外一项只有这里才有的冰品，就是搭配旗津黑沙节所开发的黑沙冰，基底颜色模仿旗津特有的沙子，上头放着红豆泥、花形火龙果等配料，丰富的口感让人难忘。而上头插着的小配饰，则让视觉感受夏日风情。特别打造属于旗津特有的冰品叫黑沙冰。那它最主要的就是说用芝麻的雪花底来创作说像旗津沙滩黑色的样子，然后上面有我们手工制作的火龙果花，再加上我们当地的玉井爱文的芒果粒，然后再插上旗子还有铲子，代表说是打造类似一个旗津一个特别的一个产品这样。这间位在旗津老街的知名冰店，
号称1年4季都能吃到新鲜芒果冰。配合不同产季，使用了包含爱文、玉井、凯特等6种芒果，让不同取向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在炎炎夏日，来到旗津逛街戏水之余，也不要忘记尝尝沁凉爽口的冰品，完整你的夏日体验。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报道。热天嘛是重映的好时机，想要感受乘风破浪的刺激，袂去到国外，其实伫高雄基顶地当来体验，因为伫遐山花的地形甲温暖的气候，结合周边的景点，成为重映真好的选择。坐在板子上，随着海浪起起伏伏，眼神专注地望着远方，等待合适的浪头，抓准时机，快速地趴到冲浪板上，划水、追浪、起撑，一气呵成登上浪壁，顺着海浪的方向，感受风吹拂在脸上的痛快。这样的体验，不用跑到宜兰或台东，在高雄旗津就能轻松体验。其实，在旗津这里，这个浪点现在国外慢慢的红起来。那主要就是他们可能来冲浪，其实没有想过这个海边这么好玩。他们有人形容就是像伊比萨，西班牙的伊比萨派对岛，也有人形容它像就是简单的市区巴厘岛这样子，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入门的冲浪浪点，以及非常友善的一个浪点。旗津作为沙岸地形，没有珊瑚礁、岩石等阻碍，温和的海浪也非常适合初学者。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能提供冲浪体验的专业店家，在挑选装备时，帮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浪板。新手只需要带着一颗期待的心前来。那在我身后可能有长有短的冲浪板。那第一个我们就是会看各位的冲浪的经验是如何，可能你冲5次以内、10次以内，对。那我们就是选择比较长的长度，对。那如果说各位已经进阶了，那就可以选择像身后这种较短6尺以下，我们称为短板的 surfboard 冲浪板操作。在店里挑选完防磨衣与冲浪板后，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着教练的脚步一起去到海边追逐浪花了呢？等等，为了最佳体验，还要在岸上先做一些练习才能下水。顶胸，眼睛看前面，开始划水，顺水面顺板沿划水，浪快到了加速，加速，加速，手撑胸口起乘推跳，蹲，前脚不打直，前脚不打直，膝盖不锁死，胸口往膝盖向前做平移，手是伸出来，眼睛看前面，胸部抬就这样子，没问题吗？好，来，待会我们换你试试看。动作练习到位，就能下水尽情享受冲浪的快感喽。新手不用担心找不到适合的浪或是上板的时机，经验老道的教练都会在一旁提供协助，在海浪来时推你一把，让你可以乘兴而来，乘浪归去。如果你是零基础的状况，其实我们店里非常的专业，我们教练都有 ISA International Surf Association 国际冲浪执照以及救生证。包含我们在这个海边其实也有配合的救生员，所以这个海边适合新手来。在成功冲完几道浪后，上岸也有酒吧、旗津老街，可以逛街吃美食，让你有最满足的旅游行程。店长也建议无经验的人要到合格的店家，让冲浪开心又安全。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报道。感谢收看7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